有啲工程唔係報個價，睇幾張相就可以即刻決定。尤其係港鐵呢類公共空間項目，門類產品唔單止要睇外觀，仲要睇結構、五金、隔音、防火、抗風壓、耐用度，同埋後期安裝落地之後，實際用起上嚟穩唔穩定。所以今次港鐵客戶嚟到我哋互信家具工廠，先喺辦公室同老闆溝通方案，睇下五金樣品，再了解唔同使用位置，可以點樣配合設計同施工要求。其實我哋公司由2002年至今，過往同港鐵相關工程已經有唔少合作經驗，好似車站範圍、港鐵附屬建築物、隧道相關位置、站內洗手間、商鋪、機房、通道、控制室呢類場景。唔同位置都有唔同要求，有啲地方每日使用頻率高，有啲位置對防火、隔音、密封、耐用同施工配合要求更加嚴格。所以做呢類工程唔可以淨係講款式，背後嘅細節、經驗同落地能力都好重要。客戶落到車間，實地睇我哋嘅生產環境、工藝流程同埋五金配合。好多時候圖紙上睇到嘅只係一個方案，但嚟到生產廠房，見到材料點處理、門身點加工、邊位點收口，客戶就會更加清楚成隻門係點樣做出嚟。我哋現場同客戶溝通，亦都可以即時回應尺寸、結構、五金配合、安裝條件呢啲問題，唔使靠估，大家當場睇、當場問、當場講清楚，咁就唔會淨係紙上談兵。客戶睇埋展廳同樣板，包括唔同飾面板、隔音玻璃，仲有擋水板方案。客戶可以摸到實物，睇到質感，再結合自己項目需要，後面定方案就會清晰好多。做工程門類最重要唔係講到幾靚，而係由方案、材料、生產、細節到最後安裝落地，每一步都要穩陣。互信家具專注防火隔音門、工程門類及定製配套方案。